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嘅 Henry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呢個單位呢，就位於界限街嘅翰林苑啦。咁呢個單位位於翰林苑嘅高層該室，樓面就1797尺嘅一個複式單位，準租同買賣，事不宜遲，我哋而家參觀下。入到門口就係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可以望到啦，周圍嘅景觀呢就非常之開揚嘅。之後我哋去到露台嘅位置，望向南邊嘅景觀，景觀開揚。然之後我哋去其中一間嘅睡房，呢度做一個上下格嘅空間，下低適合咗一個書房，透光度十足，而且南北對流。洗手間透光度十足。之後我哋去到廚房位置，廚房望向北邊獅子山嘅景觀，景觀非常之開揚。之後呢度就係工人房啦，工人房配備窗口位、工人廁。呢間睡房望向北邊嘅獅子山景觀，空間乾淨實用。就喺隔離就係主人套房啦，做一個雙邊嘅窗口位，適合咗個三邊落床。之後我哋去到浴室嘅位置，浴室都係一個名次嘅設計。而且浴室乾濕分離，配備浴缸同埋企缸嘅設計，空間非常闊落。喺幾間睡房嘅中間就有一個家庭娛樂室，望向南邊開揚景觀。就呢度都仲有一間嘅浴室，係一個企缸嘅設計。睡房望向南邊嘅睡房，空間乾淨實用。好啦，我哋今睇住咁多先。如果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69077297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